中途掘散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能源库。到2020年，中国企业在塔里木油田共开采了3000万吨石油和天然气，价值超过100亿元。这大约是2020年中国年度石油勘探的一半。据中国石油网12月22日报道，中国政府的石油工业一直在东部稳定、西部开发的战略下，在维吾尔领土上开采石油。尽管塔里木油田的石油储存量占中国陆地石油储存量的2/3，但分析家对维吾尔人的贫困生活持批评态度。有人则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视为对失去石油资源的关注。法国外贸及经济吸引力部长李斯特12月23日向媒体表示，就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问题，我们没有得到中国关于废除强迫劳动的足够承诺。他指出，如果北京在维吾尔强迫劳动的问题上没有进展，巴黎不会支持欧盟谈判达成的协议。世界报周三报道指，如果中国政府不批准国际劳动组织禁止强迫劳动的公约，法国拒绝支持欧盟和中国目前正在谈判的投资协定。此前，欧洲均表示希望于年底前签署该协定。记者问欧盟是否会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香港的镇压和关押维吾尔人的行为视而不见。李斯特说，我们必须同时在所有方面取得进展，投资、贸易、开放公共采购、可持续发展，当然还有人权。关于目前正在谈判的投资协定，我们有一条杠线：批准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贸易协定也是在社会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一个杠杆，以打击强迫劳动，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2月23日公开的外交文件显示，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日本政府当天就决定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并反对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对中方实施制裁。根据共同社周三报道，文件指出，日本与西方各国共享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学生和普通民众，导致众多人伤亡。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无法容忍这种做法。不过，文件同时称，本次事态原则上是政治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中国国内问题，即使对中国进行谴责，也存在一定局限。1989年7月15日，英、加、法、意、日、美、西、德等7国集团发表了谴责中国的宣言，但他没有提及对中国进行新的联合制裁，反映了东京的立场。加拿大否决了中国一家公司收购加拿大特迈克公司金矿的交易。加方表示，否决的原因是担心中国国有企业进入北极敏感地区，可能会给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渥太华的这个决定可能会给已经因逮捕中国华为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而迅速恶化的加中关系添加新的阴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在回应加拿大政府决定时说，任何将正常商业合作政治化，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政治干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赵立坚被西方媒体普遍称为战狼外交官。加拿大工业部发言人周一表示，加拿大对投资持开放态度，但同时要保护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22日宣布，对包括叙利亚中央银行在内的多个实体以及数名叙利亚人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已多次对叙利亚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夫妇。据美国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声明，叙利亚银行、9个商业实体及7人被列入制裁名单。受制裁人员包括叙利亚总统夫人阿斯玛·阿萨德的数名直系亲属、叙军事情报机构指挥官、总统办公室1名高级官员和1名议员。